举办迈入第7档的大台南寒冬送暖火光旗号发挥。今年活动预计伫咧12月4号盛大登场，但碍于场地限制，今年只有1000外名额提供予信众报名参加。而且今年同款是由中华国际甲东北佛教总会的总土仁波切活佛主持祈福仪式，为民众消灾祈福。这个冬季的时阵拢会举办这个祈寿日暮的寒冬送暖消灾祈福大法会。当然这几档来拢有跟这个中华国际甲东北佛教总会。咱的这个邀请到总土仁波切活佛甲面的遐喇嘛大家齐聚一堂。当然每一年咱的市长、议长立委议员佮所有的信众拢会来参加。尤其今年足侪信众欢迎，所以咱庙方因为场地的限制，可能1000外个参加。每一位参加的人咱庙方拢有送这个麻油鸡米糕一盒，这个口罩、薯片的1盒，佮平安米1包，跟所有的信众结缘，借这次的祈福法会互每一位信众会当人。合家平安，大赚钱，添福寿安呢。1821年大台南寒冬送暖火光祈福法会，因为报名踊跃，原本1000外名额，目前只剩100外个。庙方欢迎各地信众会当前来庙内柜台，找行政文书王世伟报名共参。台南新闻赵硕维采访报道。